今天新北市中和秀琴里有40多岁的男性确诊为登革热的本土病例。那这个个案是在8月6号开始发病哦。那经过3次的就医，那被通报出来，那在今日确诊。那因为他是一个冷气装修的人员哦，他主要工作装修的地方是在新北市汐止区，另外他有去公司的仓库是台北市的文山区，那住的地方是这个新北市的中和区，所以他有关确切的感染源目前还在做疫调当中。那不过他跟他的一起的同事里面，只有目前有1位也有症状，那已经收了检体在做检验当中哦。那这边就是呼吁大家，就是针对如果因为今年的境外入的个案非常多，那主要就是去东南亚去旅游回来感染的啊，所以大家如果出国去东南亚旅游要特别注意防蚊。那回国之后如果有任何的这个症状的话，要告诉医生这个旅游史。好，谢谢。中央昨晚有检出一个登革热阳性的个案。那我们今天一早接到 CDC 这边确认之后，那 CDC 现在同步已经在开记者会做说明了。那我们跟他们同步做说明。那这个个案呢，目前确定是本土的第1例个案，在新北市。那是一个40岁住在中和秀琴里的一个男性。那他是在8月6号，8月6号我们目前研判跟 CDC 一起研判8月6号发病。那发病之后呢，他陆续去诊所就诊。那就诊了3次，在第3次的时候因为有出诊的情形出现因为前2次大概可能他觉得是感冒，他到了第3次有出诊的情形出现，所以8月11号这个他又去就医第3次之后，在慈济医院，因为研判他这个已经不是感冒症状的而已的，所以有登革热一些症状，那就跟他做了快筛检验。那同时呢也慈济医院也进到中央的传染病通报系统做通报。那我们接到这个通报之后，我们当然就开始做了一些疫情调查、流行病的调查。那目前这个个案已经住院住院之后，那治疗之后已经康复出院了目前这个个案已经康复出院那不过就这个个案我们接到这个通知讯息之后呢我们在疑似的情况下，我们就针对这个个案去做了CDC 工作指引的标准程序，包括这个个案的住宅活动地的周围CDC 是100公尺要去做基本的喷销，我们已经去做了这个住宅地200公尺，我们扩大200公尺喷销。这个昨天一早我们认为它疑似之后，我们就已经去做这件事了。那另外就是入户的部分我们今天会进去做入户的部分那至于该栋建筑物比如说它住宅的该栋建筑物，我们也在昨天就去做紧急的防治喷销了这些都是依标准指引有一些个案我们就去做的这些事情。那接下来呢市政府我们今天早上市政府我们市府的府级长官会召开跨级处的登革热防治应变会议，在今天早上11点在11点我们就召开跨级应变会议。那在同时呢我们已经在今天早上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模拟，假如今天 CDC 确诊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所以针对这个议题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